就来看这个桃园病院发生着院内的感染，有邮局的员工来反映，讲伊即摆也是爱入去病院内底收发室来送件，恐惊会将做防疫的破口，所以邮局来决定，就为今仔日开始，把这个邮件甲包裹改放伫个门诊的门口。 另外，这个病院4区位的居民嘛，真担心讲，这个病毒会拖到社区，所以市政府嘛出现着化学兵甲环保局的人员，伫周边摆的邻里来消毒。出动化学兵伫咧街仔路装消毒水，因为桃园病院发生院内感染，民众嘛烦恼病毒会拖去社区。会担心，怎么说？变成说有多一道的防卫线这样子。 桃园区和八德区附近8个邻里，21号嘛继续消毒，36个化学兵加上出动30位环保局的人员，希望民众会当放心。里民的部分在心情上也会有一些担忧，为了维护这边的一个环境的一个安全，快要完成。那下午的话，会针对永丰里来实施区域的消毒。 另外，邮局针对桃园病院防疫，21号开始，邮件和包裹别个送去院内收发室，直接放伫咧门诊门口，互守卫啊家己摕，卖穿防护设备。统一由桃园快捷股来递送，然后也是由专人请稽查专人来递送。 院内已经有超过450个医护人员伫咧隔离，大部分的患者已经转院，不过有的患者排袂到支援病院的套房，桃园病院和附近病院伊嘛继续潮。